体育消息，咱要来看第31届亚洲棒球锦标赛冠军战，咱台湾昨昏各一届对战日本。想袂到这一届日本的火力实在是真强，攻出15支安打，台湾以0-11拍输，摕到亚军。 哇，这球被带在棒头，有距离哦。掉了下来，这是一支长打了。比赛一开始就拄到6分的危机，如美国新生那提红人队的先发投手林胜勋被连续攻3支安打让2分，弥补下面亚锦赛冠军战，台湾对日本，不过林胜勋一球就还未投煞，就落3分退场，一二垒也够人，说落来，如日本欧力士名古队的投手陈木行也无法度甲日本动来。 变化球还是没有进好球带，换言之呢，出现了连续的4坏球保送，日本队再下一城4-0。一开始就0-4落后，而且陈木行甲苏格兰2名投手，中职统协赛的高伟强甲22的陈志霖，拢无法度压制对手。前5局拍煞，日本已经8-0领先。因为咱台湾的打击，虽然前5局每一局拢有攻安打，不过就是无法度提分。 变化球打得在角落，被追到。面对着日本先发投手，伫社会零球队这样4国的进程以来，台湾全场虽然有6支安打，不过攻势拢无连起来，积分榜挂9粒亚2，相比台湾0-11输，也创冠军战比数上大分差纪录。日本摕到2连霸，那个并列胜利期总共摕到21遍冠军。这球挥棒落空，3振出局。台湾连续2届摕亚军，日本摕到冠军，冲入去场内庆祝。台湾甲日本、南韩做伙摕到明年U23世界杯门票。咱表现正赞的游击手林武德被选做赛会最佳防守球员，郭玉伟被选做明星队3垒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